大學係好多人心目中進入社會嘅入場券，讀完小學就要讀中學，讀完中學入大學係一件大家認為幾咁理所當然嘅事。每個人都努力向住呢個目標邁進。我一直都好想讀 business 嘅科目，但係喺咁激烈嘅競爭之下，如果成績未如理想，我應該放棄我嘅目標，定係可以有其他出路實現我嘅理想呢？奧地利嘅學費係平過其他國家嘅，不過我都想喺香港讀多啲，都係唔會考慮啦。得21分，個分咁尷尬，返屋企睇下 Tube 先啦。Business 嘅科咁高分，點揀啊？咦，之前好似睇過奧地利有間讀 business 嘅大學，其實都可以試下 apply 喎。其實呢啲問題我都諗過好多次，認受性嘅問題會唔會影響將來喺職場上嘅競爭力？另外我又唔識德文，好驚同人溝通唔到，亦都識唔到朋友。直到有一日，我見到一個讀 Model University 師姐嘅相，見到佢嘅學習環境同埋體驗，學識德文之餘又認識咗好多外國嘅朋友。而一向想試下獨立嘅我，亦都好想俾一個機會自己。我亦都做過資料搜集，發現喺呢一間學校畢業之後嘅工作機會都好理想。可唔可以幫到你啊？